年咧就盡量咧係去要求政府咧盡快去展開呢個將軍澳藍田嘅隧道公路同埋呢個西岸公路，就唔係等咗幾年之後咧政府唔做啦，咁跟住又再諗另外一個方案，就將華永會提出嚟嘅5號方案整少少咁樣去包裝，即係俾個名去話健康徑咧，咁跟住咧就游說區裏邊嘅居民，我覺得咁樣咧係唔妥善嘅。第一點，第二點就係講到公眾利益嗱，在座嘅同事，我哋苦心自問。陳國基議員，你住喺富寧花園，你點樣去諮詢你嘅居民？如果喺你嘅屋苑後邊有條路駁去墳場，伍炳耀議員，你係恩明苑、英明苑、恩明苑、英明苑嘅，你點樣去同居民係去講？你山後邊嘅屋苑對住喺條路係去墳場。凌文可議員，你嘅區仲明苑、厚德村，你點樣去同居民去講？嗱，如果個邏輯係成立，如果個區裏邊係成立嘅話，我想你聽我講埋。如果呢個邏輯係成立嘅話，我想講啊，政府而家講緊啊，喺12年之後咧係會起呢個嘅焚化爐啊。如果焚化爐係會起如果焚化爐係會起，政府係咪應該諮詢另外嗰17個區議會咧，就唔諮詢我哋西貢區議會咧？可以講埋先好嘛？好，請等等。同一個邏輯係咪應該係咁樣咧？仲有溫月球議員話有諮詢居民團體，我係唐明苑業主立法團主席，何文傑係彩明苑嘅業主立法團主席，我哋沒有收過文件俾我哋嘅諮詢文件。收去咗邊啊？你擺事實講道理，我哋沒有收過呢啲諮詢文件，所以咧，當政府講和諧嘅話咧，我哋唔應該拉一派打派，令到居民與居民之間咧係有矛盾。你我屋企後面個民黨議黨唔係話社會，而家休會啊嘛，而家休會啊，而家係啦，幾多年啦，乜嘢都冇。